别怕，坐。听说你这大婚之日就死了丈夫，又年轻又漂亮的，可惜了。走。吁，总哥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你听我说。放开我！你知道马司令平时，你这样闯进去只会害了秋水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小姐到了吗？周深已经去了，他在的话，马司令不敢对秋水怎么样。我想给你当丈夫呀。别碰我！司令，你们两个进来干什么？都给我滚出去！司令，小姐回来了，车都到门口了。不是说要在外边露营一晚，明天才回来吗？小姐突然改变主意，我们也是刚刚得知的。司令，被小姐看到就不好了。不用你多嘴，先把人关起来吧。爹，哎，来，赶紧过来，坐，快！哎呀，这风风火火的。哎，爹，我听说你又带回来一个女人。哎呀，你这是听谁嚼的舌头根子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着再给我添小娘，我不要，见到我都给你轰出去。哎，我说我的宝贝闺女，爹是不是曾经答应过你不再娶小了？那怎么会再给你找一个小娘回来呢？爹，我就知道你最疼女儿，最听女儿话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对。程叔，子悠，秋水没事吧？暂时没事。秋水人呢？你们为什么抓他？张子勇，我警告你，要是秋水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做鬼也不会放了你！金豹，他是来帮秋水的。程叔，走。程叔，谁？马永奎，我小姨娘呢？原来是程家大少爷。你说的这个人是那个寡妇吧？颇有几分姿色，本司令喜欢。你休想动他！哟，我说程家大少爷，你也不看看你周围，在这儿，你跟我耍狠，你怕是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哼，你放了他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放了他，我拿我的命换他的命。哎呀，我要你的命干什么？哎呀，不过你们程家确实是有几分分量的。要不这样吧，用你们程家一半的财产来跟我换人，也许我就会答应。马永奎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答应你，你放了他，你别动他，你别动他！程叔，就是他，程叔，就是他害了我们全家呀！
当年我在扬州，就是他诬陷我偷他们家的钱，说我是个贼，秋水他娘是个贱女人，抛夫弃女，勾当马永奎，才害得我遭人唾弃。秋水他娘还活着吗？我是骗秋水才说他娘已经死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张秀云。阮伯父，我们回去想办法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今日召大家前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想和大家商量。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，小姨娘被马永奎强行带走一事。昨日我去马公馆要人，马永奎提了一个条件，要用程家1半的家业来换。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要求虽然过分，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小姨娘出来。你不会真的想用1半家产去换她吧？小姨娘的安危现在时刻受到威胁，为了救她出来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马永奎荒唐，你也跟着荒唐啊！她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，值得你用1半的家产去换吗？无关紧要。景墨说的没有错，阮秋水是程家的人，如果我们把他放在一边不管的话，我程家做不到如此凉薄。大哥，可是大爷爷所言极是，还望各位长辈理解。景墨向大家许诺，日后定将欠大家的钱补起来。我同意拿出1半的股份。多谢大爷爷，您的恩情，景墨没齿难忘。三爷爷，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啊。景墨，拜托各位家人。你回吧。夫人，张副官，有什么事吗？夫人，属下有件重要的事，必须现在和您谈。进来吧。夫人，阮秋水
子庸哥，是了，这门宴就是我的秋水了。秋水，你不记得娘了吗？是我呀，我是娘啊。我娘早就死了。你爹，他跟你说我死了吗？是的，我没有娘。怎么会没有娘呢？秋水，她真的是你娘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当年你爹被马永奎设计陷害，我为了救你爹，不得已委身于马永奎。事后我也回去找过你们，却发现你们早已离开了扬州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们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跟我爹的感受？你走了，你知道这些年我跟我爹都经历了什么吗？你爹他当年被关在死牢里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要是我不从的话，你爹他就回不来了。那马永奎更是不会放过我们母女。秋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娘只是想救你。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没想到多年后，我们竟是以这样的方式重逢。夫人，马司令随时都会来，我们得想办法救秋水出去。张副官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告诉我，即使是死，我也愿意。娘，这些根本不够。对了，你把这宅子的地契也一并找出来吧。少爷，这宅子可是老爷留下来的祖业，您真舍得呀？我连命都可以给他，这宅子算什么？少爷，就算是这样，咱们倾家荡产也不够啊。好了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。少爷，张副官来了，说要见你。不见。那我去回了他。不用。我自己来了。你们先下去。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一点积蓄，没多少，但好过没有。你拿着。拿着你的钱给我走，我巴不得你离我和秋水越远越好。程景墨，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都希望秋水能够安然回来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。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偷偷放了他？马公馆如今防守严密，还有，就算我偷偷放了秋水，你想过你们程家会如何？张子悠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给我想办法护他周全。这不用你说。程二爷和2位唐老爷来了，在大厅等着他。希望今天有个好的结果。
景墨，各位叔伯久等了。就等你了。景墨，今天我可是背着你二婶溜出来的。我相信你2位堂叔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的。你们这是？我们都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将各自茶园地契股份的1半给你，让你去救回阮氏。毕竟阮氏也是我们程家的人，也为我们程家出了不少力。你先别急啊，只要你答应二叔一个条件，只要能救出小姨娘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你只要答应成亲就行。成亲？你只要答应成亲了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你救回阮氏。但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这个事儿真的就免谈了。你们为何用此事来逼迫我？景墨还小，暂不考虑此事。还请二叔以后不要替景墨瞎操心了。胡说！我这怎么是瞎操心呢？自从你爹爹走了以后，我就是你最亲的长辈，我不为你操心，谁为你操心？是啊，景墨，我们也给你挑了几个出身名门的女孩，过几日你就去看看啊。是啊，这男人呢，只要结了婚，这心就定了。你只要结了婚，我们大家的心也就定了嘛。对，你们要是不想帮我的话，就不劳烦各位了。小姨娘是我长房的人，我自会想办法，大不了抵了这宅子和全部茶行，也够了。程景墨，你给我看清楚，这是你爹在世的时候好不容易治下的，这叫祖业。要是敢败在你的手上，我一定替你爹打断你的腿。还有，现在水墨茶行是我们程家最赚钱的生意，你要是敢送出去，你就是程家的罪人。之前你要是跟我说，我还不信。我今天看到你这个态度，你跟那个阮氏真的是有不清不楚的事。是，我是喜欢他，可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不轨之事。你胡闹！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有又如何？他和我爹连堂都没拜完，他们根本就不算是夫妻。混账！程景墨，你是堂堂程家的主事人，这话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吗？程景墨，你是纲常伦理何在啊？你把程家的脸面放哪儿了？景墨，这婚事你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我们今天本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，但你今天这态度，我看就没得商量。那阮氏之前看是个稳妥的人，谁知道竟是个狐妹子。我不许你们这么说她。你们几个大男人这么说一个姑娘，你们不觉得羞耻吗？羞耻？若是她知道羞耻，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吗？景墨，我还最后一次跟你说，这事儿已经由不得你了。你要是还不同意，我们是不可能把产业交给你的。还有，如果这件事闹到大长老那儿去，你要是再想救阮氏，那就更难了。你到底是想救人，还是想娶亲？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。景墨，你是个男人，你要懂得取舍。程家呀，再也经受不起你跟那阮氏这么折腾了。景墨，此事关乎到我们程家的声誉，那个阮氏就不要再提了。之前给你介绍的女孩子，你要是都觉着不满意，那就言轻吧。二叔，毕竟这孩子自小在咱们程家长大，知根知底，而且对你也好。对，
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静默，如果你要是现在就答应，我们现在就把地契给你。好孩子，不能犯糊涂啊！如果你要是真正在乎阮氏的死活，你就好好的斟酌斟酌。司令，宋老三，宋老三，司令，今天晚上把那个小寡妇送到我房间。好嘞。司令，怎么了？啊？难道我的姿色还比不过外面来的贱蹄子吗？哎，那个小寡妇怎么跟你比呀？啊？今天晚上我不过就是尝尝鲜，你多漂亮啊！顺便也给程家一个下马威呀！司令，您今天晚上是要给谁一个下马威啊？秀媛，自从你嫁过来，就没有像今天这么打扮过吧？好看吗？嗯，真香。这是用的什么香膏啊？是司令送的桂花香膏，好闻吗？嗯，好闻。司令去年还送给秀云一款茉莉花香膏，今晚我准备擦那个，司令来赏可好？这，那就赶紧去吧。哎呀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哎呦，贱蹄子，装什么装？全体都有，带人。逃走！乔叔，您找我？哦，燕青，坐。还是你嫁给少爷吧。什么？让我和少爷成亲？对。你准备一下，一会儿裁缝来给你量体裁衣。可是，乔叔，这婚我不能结。难道你不愿意嫁给少爷？不是我，
燕青只是少爷的丫头，只是少爷和夫人。住嘴！你马上就是少奶奶了，说话要过脑子。乔叔，是不是只有我嫁给少爷，才能拿到第7舅夫人？咱们不都是为了少爷好、夫人好，还有程家好吗？乔叔，我知道了。爹，娘，女儿要嫁人了，你们在天上看到了吗？我记得娘说过，嫁给心爱的人都会高兴。可燕青怎么哭了呢？你们程家还真的愿意用你们一半的财产来跟我换一个女人呢？还请您尽快放人。我们司令一向信守承诺，说到做到。司令，凤喜最近已经开始有所动作，程家这些东西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实力。夫人，夫人，慢点儿。秋水，赶紧走吧。秋水，乔叔，景墨他怎么没有来啊？夫人，别问了。新娘到！我不愿说再见，
伤会模糊双眼，就让爱演一场离别，空气中搁浅，画面被多好看！你看他俩，久违的当年，过来呀！倒转奔跑的昼夜，程少爷，过来呀！景墨，快去啊，景墨！是昙花一现，来呀！去啊！匆忙的岁月，带走的昨天，想要说我爱你，被吹散了一地，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时间带走回忆，也许心它会有感应，多年后相遇。寒生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怎么了？哭什么？少爷今天成亲，没去接你，你别怪他。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也请你是为了你。言青以前是你的丫鬟，以后也是，永远都是你的丫鬟。这2个玉佩，咱俩一人一块。这上面的字，可是我自己一笔一笔刻上去的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和你一样也没有娘，可还是得好好活着呀。今天你们谁都休想动他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为什么挡在我前面？我不挡在你前面，我还让你冲上去不成？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时间带走回忆，也许心它会有感应，多年后相遇。少爷，您吃点东西吧。放我进去！帅，有一个上海来的，非要进来。放我进去！程清墨，你查理，你干什么？让他打，
放开！韩少，先出去。少爷，出去。程景墨，你明明不爱燕青，为什么要娶她？是我对不起燕青。少爷，你别这么说，燕青知道你心里有苦衷。苦衷？苦衷就可以伤害你吗？他喜欢的阮秋水。军阀他抓走了秋水姐姐，少爷这么做只是为了把她救出来。你不能这么说，少爷。燕青，燕青，难道你就应该受到伤害吗？程景墨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拿出解决的办法，否则我查理不会放过你。哎，马勇啊，还是老样子啊。我不饿。这个送你，打开看看。子庸哥，你不要送我礼物了。以前的我没要，现在的我更不能要。以前我送你的那个发卡不好看，这个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特别配你现在的发型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子庸哥，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我们都不是原来的自己了，很多事情都无可挽回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勉强呢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秋水。程景墨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们已经不可能了，为什么你还要拒绝我？秋水，跟我走吧，我能保护你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欠程家的太多了，已经回不去了。你谁都不欠，要不是因为程家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不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自己必须去面对。现在上海的国外订单越来越多，可现在我程家的一品名风数量不够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找你，就是希望你我两家能够联手合作。你们现在还差多少？加上上海的存货，起码还需要20单。程景墨，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但是想必你也知道，自从马永奎来了无县以后，我们刘家举步艰难。20担茶叶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一旦这茶叶出现任何差池，对我们刘家的打击都是致命的。我这次来，不光是跟你谈这一次的合作，而是想代理你们刘家所有的一品名风，这样对程刘两家都是双赢。现在的无县，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喝得起一品名风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你们刘家的亏损会越来越严重。我愿意跟你签署保底合同，让你稳赚不赔。其实这次你来找我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想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嗨，去吧。
景墨，你们程家的事我听说了，改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乔二。哎，少爷。20担茶叶，茶仓可有？20担啊？对，有没有？少爷，这20担，可几乎是咱家的全部了。是啊。准备好，给程家送去。哎。程景墨，你打我吧。今天的这一切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我现在打你有什么用？秋水明明心里有你，可却眼睁睁的看着你娶了别人。燕青明知道你不爱他，却还是嫁给了你。可他们两个都没有放弃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你。他们现在需要你站起来，想办法去解决。你明白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景墨兄，一个男人可以被摧毁，但不能被打败。只要没死，就还有希望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。你一定要明白。啊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子庸哥怎么会和他在一起啊？大成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啊？你给我滚！滚！大成，我当初也是为了救你们。说得好听。程叔，阿姨当初用一辈子的幸福和名声救了您的命啊！你怎么没让那帮强盗把我给杀了？你有没有想过我跟女儿的感受啊？我不想你们死，可我生不如死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婉若。是啊，你爹当初就是用最卑鄙的手段从我身边抢走了秀云，就是他拆散了我的家。不可能，我爹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无限的百姓都是恨之入骨，你
你还装作不知道？你们就是一伙的，跟他们一样是强盗！闭嘴！对你们来说，杀人就是再平常不过了。子勇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他说的是真的。不可能！我要去问清楚。文如，文如，大成，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和女儿，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给你们赎罪。秀云，秀云！婉如啊，来，回来的正好，陪爹一起吃饭。二姨娘是不是你抢来的？你这些话都是听谁说的？是不是？婉如啊，你是知道的，爹的心里除了你，那就是百姓啊。你别再骗我了。今天是谁负责照顾小姐的？司令，是我。把小姐带出去。走，婉如，回去。婉如啊，你也该长大了。婉如，走了。好了，我就要走了。燕青，我不在的时候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可别让程景墨这小子欺负你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就写信给我，我立刻从上海赶过来替你收拾他。放心吧，我很好，不用你惦记。燕青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查理说。嗯。金伯兄，你放心，等我们攒够钱，就把钱还给你们家那些长辈们。燕青是无辜的。还有，别和他圆房。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和燕青一个交代。真的吗？就这么定了？相信我。好兄弟，那我真走了。我走了，燕青。查理，一路平安。啊。金波兄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！别忘了，说定了。好啦，走吧。
么开的车？马司令的车都敢讹，找死是不是？给我起来，把东西拿走。快点！报虎司令！把车给我围起来！司令没事吧？把这个老头给我带回去，一定要查清楚是谁干的。把老家伙给我带回去！马上回公馆。是。马司令，司令，查出来了吗？查到了，是小刀会干的。小刀会是吴县最近兴起的一个小帮派，跟我们的人已经起了好几次冲突。司令，他是冲着您来的。想杀我？你们知道我有什么吗？老子有枪！呸！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你。可怜我女儿娇娇啊！你这个畜生，当着我的面儿，玷污杀害了我的女儿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下决心，我永远不会放过你，永远不会放过你！想杀我？你也配？司令，让我来审吧。审个屁！死不老子就是足惜，王法，你就先给老子兄弟们也不会放过你。宋老三，把人拖下去，暴尸3天。是。来。张子雍，加派人手巡逻公馆周围，连只苍蝇都别给我放进来。是。慢，回来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。司令，子雍是一名军人。你这是在违抗我吗？不敢。你要知道，我和婉如对你的期待，跟他们不同啊。司令，我和婉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要知道，违抗我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怎么？是婉如哪里不好吗？不，婉如很好，是我不够好。那你就努力变好。废什么话？出去！
都给我听着！打今儿起，但凡支持或者加入小刀会者，那就是跟我们马司令过不去。就是跟我这把枪为敌，下场嘛，跟他一样。都听懂了吗？混蛋！子庸哥，我们干不下去了。哥，我们也是无县人，你难道看得惯那个姓马的如此残害同乡？你们以为我愿意吗？那就不干了，咱们都不干了。反正这无县迟早毁在那帮流氓土匪的手里，这钱我们赚的心里一点都不踏实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知道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哥你从来都不做，他们都是流氓恶棍。我们走吧，一起去干什么都好。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子庸哥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哥，我们挺你，但我们不能再为马司令卖命了。少爷、夫人，你们先吃。燕青走了。你还没吃，怎么就走了？哎，那个，我不太舒服，先回屋了。等等，你还怪我吗？少爷，小叔，把这些饭菜送到少奶奶和夫人房间吧。好的，少爷，刘家二少爷来找您，在外面等着呢。我去看看。不愧国家彭双，驸马赢得强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外面这么乱，还有心情来戏园子听曲儿？我不是来带你听曲儿的。今天我们不是观众，而是唱戏的主角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来吧。我是将管教儿女们魂飞丧，但金雕声音可狂妄。会长，会长。坐。张麻子，丁老板。你是西山茶室的泔水车夫？唐老板。刘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，现在在吴县，最让马永奎忌惮的是什么吗？小刀会。你们就是小刀会？没想到吧，程景墨？小刀会就是由我组织的，
在座的所有兄弟姐妹，以及城门楼倒挂的那个人，都是被马永奎害得家破人亡。你就不怕我告发你？怕，就不带你来了。各位，今日我宣布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便是我身旁的这位程家家主程景墨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便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。我们热烈欢迎！好！真是非拉着我上你这个贼船啊！又不是我拉的，门就在那儿，你进来。好。那么第2件事情，就是著名武生桂莲，过一阵子要来我们无线演出。大家都知道，马永奎是出了名的戏痴。丁老板，这几日你给马永奎送吃送喝，就由你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他。马永奎一旦来看戏，就伺机做掉他。好，你这是把咱们所有的茶商客户全都挖过来了。丁老板被马永奎害得家破人亡，现在的酒楼，说白了，就是马永奎的后厨。兄弟们，上一次我们刺杀行动失败以后，马永奎对我们十分警惕，所以这一次，一旦行动中出现任何状况，我们一定要切记安全撤离。我不希望娇娇他爹的悲剧再次重现。现在城门楼上挂着老邢的尸首，但是我们不怕，我们不能坐在这等死，必须铲除马永奎。对，必须铲除马永奎，必须铲除，一定要让马永奎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我们都目睹了马永奎犯下的种种罪行，是与马永奎不共戴天。我们要让马永奎还无县百姓一个公道。从今以后，只要你刘少坤一句话，要钱要人，我程景墨一定支持。我就知道，你小子有种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可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。我程景墨这条命，就交给你小刀会了。好，不杀马永奎，誓不罢休。唯有革命，拯救中华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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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唯有革命，拯救中华。唯有革命，拯救中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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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给我走开！我都说了我不吃。子庸哥，你来看我了。婉如，听话，多少要吃一些。子庸哥，现在无县是不是很多人都想杀死我爹？是。其实我都想明白了，我爹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肯定很多人都恨他。子庸哥，
我也怪他，可他毕竟是我爹。子勇哥，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杀死我爹，我希望那个人不是你，好不好？阮叔，先把饭吃了。你答应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答应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答应我，求求你答应婉如吧，我求求你答应我。你只要乖乖吃饭，我就答应你。好，我吃，我现在就吃。你慢点吃。太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有事找你。那你说吧，坐那儿说。算了，我还是站着说吧。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？现在账上还有不到8000大洋。那你给我拿出5000大洋。还没到分红的日子，你要这些钱做什么？我要买枪。买枪？程锦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替小刀会的兄弟们买枪。小刀会？你是小刀会的成员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刚加入没多久。喂，您可要替我保密啊！程锦墨，你知不知道小刀会是干什么的？现在满城都贴着告示，都在追杀小刀会的成员。你没有看到城门上挂着的那具尸体有多惨吗？你不害怕吗？怕能解决问题吗？那个挂在城墙上的人，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杀马永奎？还不是因为马永奎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亲生女儿？你自己说，他这样的畜生不该杀吗？那你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抓了，有可能会死的。我不想你死，我也不允许你死，你听到没有？死就死呗，有人死，才能有人活。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。你程锦墨只有一个，你怎么能跟别人比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死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在想什么？你这样做实在太不负责任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给你。这是我的遗嘱，乔叔那儿还有一份。如果这次真的回不来，所用家产虽然不多，可分你和燕青各一半。
并恳请程家祠堂，还你们自由身。以后，西山茶园交给你管理。对，还有乔叔，愿意留在家里的工人，继续留在家里；不愿意留下的，乔叔也会安排妥当。如果你不在了，我要这些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我替小刀会成员，多谢小姨娘慷慨解囊。金墨，你能不能不要去？算我求你，你可不可以为了我不要去？金墨，我等你回来。说过他会来的，放心吧，一定会来的。来将头命打掉王不正。从下午到晚上，他都没有出大门，而且我发现马公馆的巡逻守卫比往常更多了，进出都要被细细搜身。下去吧。是。莫非是走漏了风声？不可能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咱们早就被抓起来了，不可能耗到现在。我觉得，此事咱们得从长计议了。马永奎那个鸟，他连大门都不出，马公馆更是围得水泄不通。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报仇雪恨岂不遥遥无期了？我倒是想了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
我可找到你了，老三。张麻子，怎么是你啊？老三，我好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，我现在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当初怎么劝你跟我在一起，你都不听，现在知道来求我？你瞧瞧你穿的，啊，混成什么样了都？老三，兄弟知道你有情有义，现在还混得这么威风，你就帮兄弟谋个差吧。兄弟不求别的，只想跟着老三以后能混出个名堂来。这谁呀？唉，好吧。谢谢老三。起来了。新来的。报告长官，是的。谁找你进来的？宋队长。张文官，有人给你送来一封信。志勇哥，好香的茶。这茶叫什么名字？它原本叫做一品名风，但现在它叫小刀会。